谁料到最后还是疏忽了。这种时候，你就知道我们这种桀骜不驯的女子有多好了。桀骜不驯且小心眼儿的女子。我要是真小心眼儿，我都不回来。不过经此一事，其朕的疑虑肯定消去了大半。这是一件好事。不过我想问，你是怎么分辨出那个假的我？那个人长得跟你真的一模一样，声音还比你好听。不过就在那一瞬间，我就知道他不是你。那你又怎么确定此时的我是真的我？我就说嘛，就算世界上有再厉害的人能模仿得了你的脸，也学不出你这个贱人的样子。你看看你。娘，我来了。什么时候多个娘？还不是江峰给我的那个荷包惹的事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之前他差点要了你的命，你别让他看到你了。你现在赶我走。他现在他也是个可怜人，你别为难他。不是，莲儿，我出去了。来了。喂，过好自己。